我哋通常都會覺得，分辨乜嘢係有生命，乜嘢係冇生命，其實好容易。人類、動物同植物被視為生物，而石頭、水同空氣就被視為非生物。但係喺自然之中，亦存在住一啲站喺兩者界線上嘅存在。其中一個代表性例子就係病毒。病毒擁有遺傳資訊，亦會出現變異同變化，但係佢哋冇辦法自己產生能量，亦唔可以好似細胞咁獨立生存。所以病毒單獨存在嘅時候，基本上唔會有任何活動。佢哋一定要進入活細胞入面，先可以進行複製。正因為咁，有啲科學家認為病毒屬於生物，而另一些科學家就認為佢哋更加接近非生物。呢個事實顯示出一件重要嘅事，喺自然之中，生物同非生物之間嘅界線，並唔係我哋想象中嗰條簡單而清晰嘅線。咁樣就引出一個問題：生物同非生物之間，究竟存在住乜嘢樣嘅連結呢？